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车祸发生进程。三峡国中有3个同一班的女学生做伙过大路要转去，想袂到才行一半，车就冲过来，因根本就袂负险。3个女学生当场就无呼吸心跳，赶紧送病院来急救。有2个救无转来，有一个是当场昏迷。家属、老师甲学生拢真伤心。昨放学时间，3个女同学做伙过车路，哪行哪开讲。也毋过才行到一半，一台驶真紧的车向冲过来。平常时做伙佚佗的好朋友，想要到这摆做伙面对生死。会当看到上岛明显查囡仔想要走，也毋过已经被俘。另外2个查囡仔也被俘反应，差在1秒钟就当到这场劫数。事发的现场路苍苍，涂骹拢是作业加考试单，看会出来拢真大力。这3个学生啊，是三峡国中的青年啊，是同班的好朋友。其中姓吴加姓刘的女学生当场无开，送病院抢救又挽救无活。另外一个姓张的女同学送病院急救了后，昏迷指数是3，有脑部灌水，要求破气等等的状况，过来抢救。没有受伤，你没有受伤？没有。你那时候也是在走路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车子是从你什么地方冲出来的？从你后面吗？还是？从我后面。从你后面那边。对。就差一点点撞到你就对了。对，我要是再往前走一步，就会撞上去那一种。车祸就发生在学校的附近，不少学生啊看到车祸发生的瞬间，惊到鼻喘。啊，那死者的家属也伫今仔日透早赶来病院。会不会觉得70岁以上应该禁止驾驶？这个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。家属挂嘴暗真艰苦。学校讲，这个学生啊，伫因迄班是灵魂人物，表现甲学习拢真优秀。这个当着死劫，老师甲学生啊，拢无法度接受。我们大概在急救了1个半小时，各种方式努力去抢救，还是一样回天乏术。不幸的事故常常发生，也互本地应该千万小心后行，留下遗憾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